間唔中咧都有客人問到點樣去分辨瑞典天鐵隕石嘅真假，今日就同大家簡單去分享一下。首先我哋要睇下天鐵表面嘅紋路，真嘅天鐵表面呢係會有連續冇咗嘅線條啊，而且交叉嘅角度係呈現60至120度，好清晰銳利嘅花紋啦，邊緣亦都好明確嘅。呢啲紋路呢就係維德曼花紋，佢嘅形成係需要每1000年降低攝氏1度嘅緩慢降低溫度嘅條件底下先形成得到嘅，實驗室呢係好難仿製到。維德曼花紋呢通常呈現幾何形狀啦，或者係三角形對稱嘅排列嘅。反而假嘅天鐵紋路呢係會斷斷續續啊，冇咁連貫自然嘅。跟住呢就係磁性啦，真嘅天鐵呢含有好高比例嘅鐵同鎳啊，用磁鐵試呢會有好強嘅吸力，但係假嘅天鐵咧磁性就好多時都係好弱嘅。最後咧可以留意埋佢嘅重量，真天鐵嘅密度比較高啦，感覺係比一般礦石重好多嘅，假嘅咧就往往比較輕嘅。真假天鐵咧就可以喺以上幾點簡單分辨得到啦。如果覺得以上資料有用啦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啊。